好多屬蛇同屬豬嘅老友，上半年賺錢順順利利，以為全年財運都一路平穩，完全唔知2026丙午晚嘅下半年火氣大旺，巳蛇害豬，水火六沖個隱藏殺氣會全面爆發，稍有大意就會接連破財退休金，生意本金多年積蓄隨時無端損耗。今日陳伯講嘅流年真相，好多命理師傅唔願意講透下半年屬蛇易遭劫財，屬豬受小耗星重申，再加上兩個生肖天生相沖，不但合作借錢好可投資，雙方財運會互相拖累。今日將幾十年看過嘅真實個案，水火沖克底層原理，分生肖避財轉完整方法毫無保留講晒俾大家。先同大家分享前年親自跟進調理嘅兩位老友個案。第一位係62歲屬蛇嘅江伯，退休之後閒置資金想做小型加盟生意，上半年諮詢幾個項目，收益睇落可觀。身邊剛好有位59歲屬豬嘅舊街坊想一齊合夥，江伯見大家相識多年冇防備，決定下半年7月正式簽約，投入20幾萬積蓄，仲口頭答應幫屬豬街坊做貸款擔保。當時江伯透過遠房親戚揾我問流年風水，我一睇佢生肖同下半年流月，即刻勸佢推遲投資，拒絕合夥同擔保。江伯覺得我講得太誇張，以為只係普通生肖忌眼，堅持按原定計劃開店。開業之後短短2個月，各種問題接連出現，鋪頭客源斷斷，續續貨品滯銷囤積。屬豬街坊遇事習慣拖延，兩人意見不合時常爭執，店內開支持續超出預算，原本20幾萬本金折損大半。後來對方資金周轉唔到，銀行催擔保責任，江伯被逼自偷腰包墊付一大筆錢，平白損失多年退休金，仲同舊街坊鬧到斷絕往來，屋企氣氛長年壓抑。江伯後悔莫及，再登門揾我化解。我同佢講呢，單損失根源就係丙午下半年巳亥水火相沖，屬蛇火旺易急躁決策，屬豬水弱易計劃失誤。兩個生肖下半年千祈唔好有金錢牽扯。第二位案例係67歲屬豬嘅蘇阿姨，獨自積存一筆養老錢，下半年聽親友介紹跟風高息理財，見短期收益吸引就將全部積蓄投入。蘇阿姨本身下半年受小耗星影響，容易頭腦發熱，衝動消費輕，信他人承諾，加上平時屋企西北財位雜物堆積，長年擺放大量紅色飾品，加重流年火煞投資，唔夠3個月平台出現舉付困難，本金無法全數取回。蘇阿姨日日愁眉苦臉，睡眠不安穩身體，血壓時常飆忽。後來我上門幫佢調理居家財位，調醒日常穿戴色系，訂立嚴格守財規矩，慢慢收回剩餘資金。從此之後，蘇阿姨唔再碰任何高風險投資，只做穩定正財儲蓄。兩個真實故事足以證明，2026下半年屬蛇屬豬唔做好防備，財運損失隨時找上門。好多老友唔明白點解丙午下半年蛇豬沖煞會專攻錢財。今日陳伯拆解底層五行原理。2026係丙午火馬年，全年地支午火當權，下半年身有戌，3個月火氣持續如威燥熱難散。巳蛇五行屬陰火，同流年午火會火角，造成屬蛇老友自身火氣過盛，火主急躁虛浮，容易頭腦發熱做重大金錢決定，招惹劫財星近身。亥豬五行屬陰水，水火天生相戰，流年大火持續消耗亥水，元氣水主財富元氣受損，等於自身錢庫手唔穩，小耗星跟隨左右，細碎開支意外維修，人情往來無限增多，再加上地支巳亥六沖，無論屬蛇人遇屬豬人，定係屬豬人遇屬蛇人，金錢往來就會引發水火交戰氣場，雙方財氣互相沖散，一邊漏財一邊破產。年輕人自身元氣充足，輕微沖煞影響有限，但60歲上下花甲長者積蓄
係晚年唯一依靠抵造殺氣能力薄弱。一旦踩中財運禁忌，損失難以彌補。接下來分開講屬蛇屬豬下半年各自5大破財陷阱，逐條對照自查。第一先講2026下半年屬蛇老友專屬財運隱憂同避忌。屬蛇地支是火，下半年會火局導致心火過旺。第一大破財陷阱，盲目跟風高風險投資短期投機理財，流年火旺令屬蛇人貪念加重，見到高回報承諾就失去判斷力。股票短線、虛擬幣、民間高息借貸、陌生加盟項目，全部屬於下半年大忌。江伯嘅加盟招選就係典型例子。一旦投入本金，極易被透露，貨片滯銷無法變現。化解方法極簡單，下半年所有閒置資金只放定期存款，換件低風險理財。但凡承諾高回報、快速回本嘅項目，一律拒絕，唔好抱抱，放鬆心態。第二大破財陷阱，為他人做貸款擔保大額金錢，借與親友街坊事害衝殺之下，資產對象若剛好屬豬，9成機會無法按時還款。就算其他生肖下半年屬蛇人擔保，都會引官非、西門狗粉，辛苦積蓄被逼墊付守財鬼規矩。全年下半年做到只借小額人情零用錢，超過自身積蓄1成嘅金錢，一律唔外借。任何人提出擔保要求，直接婉拒，唔好顧及情面惹過上身。第三大破財陷阱，衝動高額消費，隨意更換大件貴重。該車訂火旺主揮霍屬蛇老友，下半年容易一時興起買奢侈品換新車大裝銷，買完之後後悔但無法退貨，造成無端資金浪費。化解習慣，任何過萬消費設置3日冷靜期，3日之後再決定是否購買。關閉手機自動續費，各類分期功能減少隱形每月開支。第四大破財陷阱，同屬豬人合夥做生意，共同開鋪分攤投資，事害水火相戰，兩人金錢觀做事節奏完全衝突，合作過程不斷爭執，利潤分攤出現矛盾，最後生意倒閉，雙方都損失本金。萬一工作必須同屬豬搭檔，全程透過第三方中間人協調，唔好單獨私下談金錢細節。所有合約書面寫清楚，避免口頭承諾留後患。第五大破財陷阱，居家正南財位雜亂堆積，擺放大量紅色尖刺擺件。正南係2026流年財星方位，屬蛇人本身火氣重，再多紅色物件會令燥火沖散財氣，錢庫臨住調運佈局。客廳正南保持乾淨通透，擺放淺藍黑色圓形小擺件，平衡過旺火氣。每月初一清理財位雜物，米缸底部放1串五帝錢，穩固正財。穿戴優先黑色深藍米白衣物，減少大面積紅橙紫亮色穿搭。用水屬色係降火穩財。第二部分講2026下半年屬豬老友5大財運危機同化解守則。屬豬亥，水主財富，下半年流年大火持續耗水，小耗星重新細碎，漏財不斷。第一大破財陷阱，輕信身邊人投資推薦熟人介紹嘅理財渠道。蘇阿姨嘅理財本金損失就係典型。屬豬人心地善良，容易信任他人。下半年他人講個高收益，項目10個9個撞陷阱。資金投入之後難以取回守財底線，唔跟隨親友鄰居盲目投資，所有理財渠道自己查核資質，唔貪圖額外高息。第二大破財陷阱，無節制人情消費，頻繁宴請聚餐，隨意包大紅包，小耗星主勢歲耗損。下半年親友喜事生日聚會增多，每次出手大方，累計落去會消耗大半月度積蓄。調整方法，每月劃定固定人情預算，超出預算簡化禮物，縮短聚餐規模，唔好攀比禮金金額，減少無意義應酬開支。第三大破財陷阱，家中設備突發損壞，車輛維修，身體突發小病醫藥費，流年水火相戰易引發突發開支，平時唔預留應急資金，
一有狀況就要動用儲蓄化解方式，每月收入到至先劃出30%存入獨立應急紙戶，唔輕易動用，定期保養家電車輛，減少突發維修高額花費。第四大破財陷阱，同屬蛇人有金錢合作，互相拆借資金，是害六沖令兩人財氣互沖，屬豬借出個錢難以收回，合夥分紅始終出現爭執，無法順利分錢。萬一生活工作避不開往來，金錢交易全部走書面單據，現金盡量少接觸，減少私下金錢往來。第五大破財陷阱，居家西北看宮，屬豬本命財位，堆滿雜物，擺放過多紅色燈具飾品。西北屬水，大量火色物件會持續克制害水財富，令正財收入留唔低。居家調運方法，客廳西北方位，時常保持乾淨整潔，擺小型圓魚缸，養6條小金魚補水印財，或者放置黑曜石、墨玉飾件，穩固自身財客。日常穿搭多黑藍銀白色，少穿鮮紅、醉紅、棗紅，衣物平衡流年，過旺火煞。講完分生肖專屬破財陷阱，陳伯再同大家補充蛇豬兩個生肖下半年通用3大居家守財佈局，全部零花錢操作。第一，米缸財富佈置，無論屬蛇屬豬，每月初一添滿新米，米缸底部放1寸5帝錢米缸，該隨時關好唔好長期敞開。米缸象徵全家錢富，敞開等同財氣外泄。下半年千祈唔好讓米缸空刀。第二，陽台納氣口清理，每日早上7點至11點打開陽台門採陽通風，丟棄陽台枯花草、舊垃圾雜物。陽台係財氣入口閘，會堆積會阻擋四方正財入屋。第三，朝室床底清空，唔好堆滿舊衣物、閒置雜物。床底陰氣囤積會擾亂自身理財判斷，容易做出衝動破財決定。另外，通用穿戴避煞細則，屬蛇隨身佬戴藍紋石、海藍寶平衡過旺火氣；屬豬隨身佩戴黑曜石、茶精補充水元氣。唔需要買昂貴大件飾品，細手串吊嘴就足夠發揮調運效果。仲有通用行事，禁忌下半年蛇豬兩類老友凡事低調，唔好向外人炫耀存款生意，離人退休金金額炫耀財富，容易招嚟小人唔安，引發借貸、詐騙等財務麻煩。遇事唔好急躁衝動。屬蛇火旺易發脾氣爭執，屬豬心軟易託讓步，兩種心態都會牽連金錢損失。與重大投資借錢合夥決定，最少冷靜7日再做選擇，千祈唔好當場簽約轉重。好多老友會疑惑，只係流年生肖氣場調整，唔需要大動裝修買貴重法器，點解能夠有效守住財運？風水命理核心講究五行平衡。2026下半年丙午燥火過盛，屬蛇火上加火，屬豬水遭火耗，兩個生肖財富氣場先天失衡，所有破財問題都源於水火，兩股氣場互相衝擊。只要透過穿戴適係居家財位整理修整投資跳念，避開相沖生之錢，往來就能調和五行，讓財氣穩定流循唔外泄。好多屬蛇屬豬老友花大價錢買各類招財擺件，卻依舊漏財不斷，根源就係唔避開下半年時害沖煞嘅核心陷阱，一邊招財一邊踩破財。禁忌再多旺財物件都抵擋唔住煞氣耗散錢庫，特別係60歲上下嘅花甲長者，一輩子積存嘅退休金係晚年安身立命根本，一旦因為下半年輕忽大意，損失大半，後續生活品質大打折扣，仲會牽連身體氣場。錢財耗損會令心焦長年憂鬱，引發血壓、睡眠各類慢性病。陳伯再同大家總結一次：2026下半年屬蛇、屬豬守財核心口撇屬蛇老友，忌高息投資，忌擔保紙，忌同豬合夥，小紅多藍，正南清潔屬豬老友。輕信屬人投資，忌大額人情消費，避些女金錢往來，黑銀穿搭西北補水，兩類共同遵守，不急於重大金錢決定，每月預留應急存款。
每日整理居家財位，低調唔炫耀積蓄。最後陳伯同各位屬蛇屬豬花甲老友講句真心說話，流年命理唔係叫大家畏首畏尾唔敢賺錢，只係提醒大家順應天地五行氣場，避開暗藏嘅財運陷阱。上半年辛苦賺到嘅收入，積存多年嘅養老錢，千祈唔好因為下半年一時大意白白損耗。做好簡單個個穿戴居家理財習慣，肖請平衡是害，水火沖殺正財，穩穩入庫，杜絕意外漏財。晚年衣食無憂，唔使為錢財煩惱。從今日開始，按照陳伯講個守財細則自查調整，平平安安度過2026下半年，全年積蓄完整留存，財遠平，船少波折。